自从2026年6月初10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圣殿的奥秘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列王纪上卷》第6章第1节到38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列王纪上卷》第6章。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后480年，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2月，就是西元月，伊动工起造上主的圣殿。所罗门王为上主起的殿长27公尺，宽9公尺，悬13公尺半。殿前的走廊深4公尺半，宽9公尺，甲殿边宽。伊为着圣殿做内面宽、外面围的窗仔。伊伫我圣殿，包括正殿甲内殿的外壁4围起厢房。第一层宽2公尺20公分，第二层宽2公尺70公分，第三层宽3公尺10公分。伫圣殿的外壁4围，搁做房墙，才免互婴仔插入殿的壁。起造圣殿的石材已经拢伫石场拍好，所以起造的时就无槌、斧头甲逐种铁器的声。厢房第一层的入口伫圣殿的南边，对第一层有光落腿上第2层，对第2层上到第3层。伊用片油柴做梁，用片油柴帮做柱顶，安尼圣殿就起好。我圣殿下壁起的厢房，逐层悬2公尺20公分，片油柴的梁拢靠伫殿的房墙。上主对所罗门讲：关于你所起即间圣殿，你若切实遵行我的规例、命令甲诫命，我就要对你实现我应允你的老爸大笔的话。我要踮伫以色列人的中间，一定袂放杀我的子民以色列。所罗门完成起造圣殿的工作，伊用片油柴帮搭圣殿内面的壁，对涂骹到壁顶，搁用双树帮铺殿的涂骹，搁伫殿内面的后边架一间内殿做至圣所，长9公尺，对涂骹到壁顶用片油柴帮架起来。正殿长18公尺。圣殿内面的片油柴帮拢有刻符仔甲花蕊，殿内拢用片油柴包底，连一块石头都看袂到。内殿准备要安置上主的约柜。内殿长宽悬拢9公尺，内面搭纯金，香坛用片油柴嵌底。所罗门用纯金搭圣殿的内部，嘛用纯金搭内殿的入口，搁牵金链仔。圣殿的内部甲内殿前的香坛拢搭金，到规间圣殿拢搭满。伫内殿的内面，所罗门用橄榄柴做2个天使基路伯，逐个悬4公尺40公分，基路伯两边的膝，逐边长2公尺20公分。对这边的膝尾到迄边的膝尾约4公尺40公分，另外一个基路伯嘛相款。伊将基路伯下伫内殿的内面，基路伯的膝踢开，第一个基路伯一边的膝拄着这边的壁，第二个
一边的室拄着迄边的壁，因两支室伫殿的中央相磕。伊阁用金搭遐个基路伯，圣殿的正殿甲内殿四围的壁，拢有刻基路伯、樟树甲花蕊的形状。正殿甲内殿的地板拢搭金。所罗门阁用橄榄柴做入内殿的门，门楣甲门徛拢是五角形的条。伫用橄榄柴做的两个门线刻基路伯、樟树甲花蕊，拢搭金，阁用金鑲伫基路伯甲樟树顶面。阁伫正殿的入口用橄榄柴做四角形的门徛。用松树柴做双边的门线，两边的门线各有两片为凹凸。顶面刻基路伯、樟树甲花蕊，拢搭金，阁将金拍平，鑲伫雕刻物的顶面。伊阁用拍好的石三排甲片油柴一排来起来埕。所罗门做王第4年2月，就是西弗月，下上主圣殿的地基。到11年8月，就是布日月，圣殿所有的工程拢照计划完成，起造共7年久。圣殿的奥秘，所罗门王按照上帝的指示，精心建造圣殿，互圣殿成做上帝同在的象征。总是上帝关心的，毋单单是这座华丽的建筑，搁较关心建造者的内心甲态度。上帝对所罗门的应允清楚指出，真正的关键毋是伫外在的殿宇，实在伫人的顺服甲敬畏。圣殿的价值并毋是单单是金碧辉煌的外观，是在伫伊见证上帝的救赎甲同在。伫以色列历史中，圣殿毋单单是敬拜的中心，搁较是上帝甲伊子民立约的记号。当以色列人因着背逆亡国受掠的时，圣殿的毁坏象征上帝的审判。当圣殿得以重建，搁再一次提醒因上帝信实的应允甲救恩。圣殿的存在是为着互以色列人民记得迄位带领因出埃及、进入应允之地，搁永远甲因同在的上帝。圣殿中的至圣所是上神圣的所在，内部完全搭满金仔、无窗仔，显出神圣令人敬畏。大祭司一年简单会当进入一遍，代表全以色列人献上赎罪祭。这种设计毋单单显明上帝的荣耀甲圣洁，也揭示人甲神之间的距离。因为罪的阻隔，互人无法度直接亲近上帝。只有大祭司一年一遍献赎罪祭的时，才会当进入至圣所。总是这一切拢有表着更较深的奥秘。耶稣基督的降临，伊成做真正的圣殿，为人类开启甲上帝和好的道路。电影《秘密会议》中，男主角劳伦斯伫讲道的时讲，有一种罪是我上惊的确定性，因为连耶稣伫最后也无法度确定。咱的信仰之所以有性命，拄好是因为伊甲怀疑同行。
假使世界上所有代志拢需要无义务，就袂搁再有神秘，也袂搁再需要信仰。基督的身躯甲十字架，拄好是圣殿奥秘的核心所在。当耶稣互钉伫十字架顶的时，圣殿的玻璃啊，对顶面到下面裂开，上顶人甲上帝之间的隔阂受除去。主耶稣亲自成做迄位永远的大祭司，佮毋免搁再用动物献祭，是用家己的身躯成就永恒的救赎。耶稣的死甲搁活，互咱无搁再需要依赖一座实体的圣殿，因为伊家己就是甲人同在的真实印记。咱的信仰不在伫找求绝对的确定，是在伫信甲疑之间持守对基督的信靠。因为信仰的奥秘不在伫完全理解，是在伫愿意专心相信。当基督已经成做咱的圣殿，既然信靠伊的人，拢成做圣神的殿，领受上帝的同在。信仰的根基不在伫眼见的事物，是在伫迄位永恒不变的主。当咱仰望十字架，就看见圣殿的真正奥秘。迄位捌受钉死，搁对死搁活的耶稣基督，已经为咱开启一条新搁活的路，等下咱进入上帝的同在。基督就是圣殿的奥秘。默想，我是毋是明白基督已经亲自成做我甲上帝同在的圣所？我是毋是明白基督已经亲自成做我甲上帝同在的圣所？咱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愿我成做你圣神的居所，踮基督内面常存敬畏甲信靠，彰显你的荣耀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